咱人3月23马祖生的前后，拄好是垦丁宣蚵放卵的季节。屏东海参馆和企业合作，派人藏水味，直播放送放卵的画面。另外，有民众发现讲，在后壁湖的生态保护区出现真大片的鱼网啊，恐惊去破坏宣蚵的生态。老师，您刚刚有在讨论那个卵的大小，大出。镜头记录到粉红色精卵数大量喷出，这是垦丁海底宣蚵一年一度生卵的画面。1号拄是旧历3月23号马祖生，前后拄好是垦丁山蚵生卵的时机。公管处甲海参馆还有台达基金会三方合作，插入水下来直播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珊瑚是哪一种珊瑚？海底的星空。直播分2阶段，当暗9点半了后，才记录到较侪数量的画面。嘛，因为这个时阵有真侪畅水客落去，互专家提醒着要注意，公害若伤过侪，会互山蚵误判，影响到生卵。国外已经有研究显示，夜间的人工照明会影响这个珊瑚正常的生殖活动，包括沿岸的这些光害啊。还有大量的这个潜水客在夜间的这些照明。海参馆研究人员伫顶个月29号、30号，就陆续发现有山蚵生卵的状况。不过专家嘛发现，今年的数量无比去年较侪。因为去年有这个台风，那对垦丁的珊瑚礁造成比较大的一些影响。那今年看起来是没有像去年规模那么大。后壁有生态保护区，还有倒边的山蚵区，嘛互发现大面积的鱼网。虽然第一时间移除，却是最近第2届出现。公管处回应，顶个月接甲真济唱水的团队，拢总113个人进海，2点钟来扫出着30公斤的粪扫。目前无接到通报有鱼网，若是发现上悬的，当罚3000。记者王刘铁丹、hen坤屏东报道。